歡迎你使用呢一輯嘅個人靈閱默想指引。今日我哋會默想詩篇第103篇嘅第5節，而默想嘅焦點係用美物得以滿足。喺開始我哋進入靈閱默想之前，讓我哋先調校好自己嘅坐姿，腰背挺直而放鬆，雙腳係平放喺座位嘅上邊，讓腳掌係腳踏實地，以致我哋嘅身體能夠既保持放鬆，又保持專注。我哋可以透過自然嘅一呼同埋一吸，讓呢個呼吸成為你嘅祈禱。當你呼嘅時候，呼出對神嘅渴慕；當你吸嘅時候，吸入神對你嗰份無盡嘅慈愛。讓我哋透過自然嘅一呼一吸，幫助自己能夠進入寧靜同埋專注，去意識主呢一份生命賜予嘅臨在。假如你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嚟到去繼續安靜，你而家就可以暫停播放，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。不過假如你已經預備好進入靈閱嘅操練，我鼓勵你先將心底裏邊一個最深嘅渴望帶到主嘅面前，向佢求恩。我會前後為你誦讀經文3次，請你用心嘅聆聽。喺每次誦讀之間，都會有時間俾你去做默想同埋深禱。默想就係去留意呢段經文對你觸動嘅地方。當你留意到神透過呢啲嘅觸動同你講說話，你就可以透過深禱同主進入對話。喺整個誦禱、默想、深禱同主對話呢個過程裏邊，假如你需要多啲嘅時間嚟到去做自己嘅誦禱、默想，又或者深禱，你都可以隨時嘅暫停播放，直至到你預備好為止，就可以繼續嘅播放落去。詩篇第103篇第5節，佢用美物使你嘅生命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。佢要用美物使你嘅生命得以知足，使你所願嘅得以滿足。
以致你能夠如鷹返老還童。請問你喺生活嘅當中渴望得到啲乜嘢嘅美物呢？而你又係用啲乜嘢嘅方法，用啲乜嘢嘅方式嚟到去追求呢啲嘅美物，以至到使到自己嘅生命得到滿足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詩篇第103篇第5節佢哋咁話：佢用美物使你嘅生命得以知足，佢用美物使你所願嘅得以知足，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。唔知道你所追求嘅呢啲所謂美物，又或者你追求得到滿足嘅呢啲嘅方式，係咪能夠使你嘅生命得到真正嘅滿足呢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詩篇第103篇第5節，佢用美物使你嘅生命得以滿足，以致你如鷹返老還童。詩人話佢嘅心要去稱頌耶和華，佢呼籲佢嘅心唔好忘記神一切嘅恩惠。因為神佢用美物使佢嘅生命得以滿足，神要用美物使你嘅生命得以滿足，
就係用嗰啲能夠使你嘅生命得到真正滿足嘅東西嚟到去圓滿，嚟到去滿全，嚟到去滿足你嘅生命。請問你願意點樣嚟到去回應，嚟到去感謝，嚟到去讚美，去稱頌神嘅呢啲一切嘅恩惠？請你繼續嘅默想，留意觸動，同主對話。嚟到靈語嘅尾聲，讓我哋透過默觀嚟到去同主彼此嘅對望，唔需要講任何嘅說話，讓我哋單單嘅嚟到去凝望主，佢係點樣帶住愛嘅嚟到凝望自己，讓我哋透過默觀安息喺佢主嘅懷抱，享受喺主嘅呢份同在嘅裏邊。喺結束嘅時候，我鼓勵你將剛才喺默想當中做一啲最深刻嘅體會或者係領受，將佢寫低落嚟，成為你今日嘅靈修札記。願你繼續嘅喺生活嘅當中，能夠去意識，能夠去體會，能夠去享受神點樣用美物使你嘅生命得以滿足。